充电，充电，温区那边，大家午安。主持人午安。小华丽哈，今日是咱今年一出，而且无亲戚。当然，咱以细个吼，迄个无亲戚是拢用第5月到5月1个礼拜吼，平时拜六，应该若较正日是蒙仔载，但是因为蒙仔载，我嘛相信讲各位大家拢有节目，无论咱的今日的时节，要甲咱做母亲节，要带咱去这个咱讲市街啦吼，买物件，所以呢，蒙仔载的时间，咱可能大家较无闲，咱好汉无例外啦吼，嘛是真抱歉，因为我拜四就去台北，拄会知我当日台北倒。即我厝到2点15分啦吼，15分我来厝，咱来到这个所在吼，所以今早拢出2分10，因为会使吼，到9点就出门啦，但是台北吼，迄个落迄个雨吼，我用倒来，无高速比较高速度无高速度，咱就我先点一分去，大概我家己吼。到咱这所在，时间差1点就遐袂，我就交代咱数2点来输啦吼。如果我6月份的时阵，开始，不过呢，因为方面呢，这个母亲节是咱一出真一出，这个意义是非常的这个规范啦吼。咱嘛知影讲，母亲。接为这个地球上来讲起，是个非常的非常的悬的地位。所以呢，咱过去拢有爸爸节啦吼，嘛有母亲节啦。若母亲节敢若较隆重吼，若父亲节感觉无遐隆重吼。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后生母亲节这么的隆重，父亲节这么的草率。所以呢，过去当然有人安尼咧计较歹听啦吼，开玩笑。因为当然，因为母亲有母亲伊伟大的所在，父亲有父亲伊自信的所在，这个有各人不同的这个因缘啦吼。但是若要甲讲起来，这个母亲对囝儿的事情的贡献，人讲。非常的贴心啦吼，因为咱讲生活怀胎，3年女宝10年教育，过去是讲10年教育，现在10年教育，咱的囝儿熟悉，会读读不爱读，就尽量去读，敢是安尼吼。不过呢，咱个想象咧，若讲生活一辈，养的功劳较大体，因为咱嘛要生囝，嘛要养育囝儿事实。所以这个物件来讲，讲起来，这是非常的辛苦。不过呢，咱嘛知影讲，老母甲囝儿的事实，人讲拢无咧计较吼，所以迄叫做无谓的付出。所以人世上有咧讲，伊讲安怎？讲母爱是人性的光辉啦吼，慈爱是佛性的光辉啦。母爱是人性的光辉，人性的光辉嘛吼。慈爱是佛性的光辉嘛。但是咱母爱，这个母爱对咱的囝，会使甲讲起来，是求无离。若要甲讲起来当中啦吼，生一个囝简单。不过呢，要栽培一个囝，咱开始要栽培，迄个辛苦啦吼，可能来讲有走过才有印象，有行过，有真正你的印象。若无啦吼，以前咱头仔是无印象，因为头仔吼3个囝，拢太太吼咧，就是咧照顾，但是因为咱头仔拢自咱细汉生的时阵，咱头仔就到泰国去开放，所以咱头仔迄个细汉查某囝，今年多少岁岁，
嘛，我咱泰国算八搭，刚才讲起来，我太开放品质，我迄个上细初恋的诞生，所以迄个时阵啊，迄阵当然会有太太啊，招人的辛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感受讲，咱老母生囝，咁去照顾迄个囝的责任嘛吼，你若要甲本起，你会使甲讲规个生命，把伊的生命拢甲交付伫这个囡仔身上。咱嘛常咧讲，迄个做祖囡仔时阵，有阵咱若较暗啦吼，咱就甲出去，迄个阴暗嘛吼，啊惊拄着歹人，哦，为着感觉有迄个梦想无好的物件啦吼，有阵时啊看互惊，但是我请问咧各位啦吼，当你的囝12点半了12点，饭店咧发高烧的时阵，看高烧的时阵。你还会惊讲平常时毋敢出去？你还会惊讲有迄个梦想的咧？身体到无法保，无法根本无法保，你会惊袂？你拢袂惊，谁也袂惊。你的心就惊伫这囝身上。今日这个囝发烧过头了，发烧过头，这个脑子要小化，咱这个囡仔这世人就啥无路了。所以老母你照顾囝你要是实。是无因为伊时间较复杂，迄个时间就讲无论半点，无论着什么时阵，伊都真正的投入，伊都真正的投入。所以迄个母爱，若要甲放起，迄是完全毋是用金钱，毋是用金钱咱叫衡量的物件啦吼。所以咱嘛常咧讲，讲平时啊有长点较快，所以讲咱人。母爱，母爱是一当分开的物件。这两个啦吼，咱看到一个电视，一个太太吼，吼。但是，刚刚去哦，刚刚迄个保姆吼，刚刚连夜吼，甲死了后，所以进法院啊，有着迄个太太这件代志。哦，因为一个囡仔吼，有个保姆吼，用安怎个人呢？咱唔知啦。反正这个办嘛，迄个唔知。一个囡仔叫邓，台湾全省，台湾吼，规个新闻报纸吼，拢做电人了。是安怎？因为咱个国家对咱个囡仔幼苗，无论是讲你也好，你也好，大家照顾好。反正对这个囡仔有能力，甲是。甲伤害着，法律一定要来制裁。因为你生出来就毋是，虽然你生着，但是你是国家的一个吼，一个人对啦吼。所以你袂使去甲认呢，这是因为国家对这个幼儿的保护。但是我咧讲就是讲，咱虽然讲对咱个囝儿了实际，当然做咱一个正常的父母啦吼。除了讲还是父母你食毒。哦，啊，就是无通正经迄落啦，吼，哦，迄个哦死以外，有对一个咱家己生出来囝儿的实际，还是咱家己的孙仔，咱无关心咱的照顾。我相信讲，若真正无照顾，因为迄个异常的听无，就是讲无正常就对啦，就像迄类。我嘛曾经看到一个典故，就是一定家母。啊，带一个囝仔，啊，这阵家母带一个囝仔创哪？因为咱知影过去，咱做起来，迄个时阵咱装卡嘛吼，迄个鸡仔拢会生鸡咯，啊生鸡就生鸡仔，叫做生鸡仔对不对？即摆鸡仔家母就带这个鸡仔囝，啊倒上去就出食，但是不能之间啦吼，空中有一只老鹰。伫遐个海鲜，毋过话你老鹰的读书是讲来，伊看到家母带囝仔，伊就是要来掠囝，要来找咱抓囝。毋过老母知影毋知？老母知影，老母就开始咚咚咚咚咚，就开始叫迄囝仔，恁来注意，恁来注意，空中吼老鹰，恁若无小心等就掠去。无，毋过老鹰因为到因老母咧，好这个囝仔就无甲掠。无迄个代志，伊嘛是对。毋过呢，老母为着要保护这个囝仔，
伊会用伊的性命来拍对不对？要顾这其他囝，伊这10只其他囝、8只囝，每一只都袂当叫，袂当叫伊是用伊的性命来保护。毋过我想嘛，老鹰甲鸡母两只在相拍当中，老鹰较赢鸡母。老鹰较赢。你是你会讲老鹰的，你是你讲鸡母的，敢是安尼？但是个当中啦吼，当老鹰甲鸡母拍拼个当中，平均力量，伊为着将细小句话咧讲存办的就对啦吼。因为我为着顾我家己囝，我宁可把我的性命甲牺牲完紧，所以伊用伊的性命甲遮老鹰咧拼。毋过若正常来讲起，鸡母是绝对跑出来的，因为老鹰迄个蛇，迄个骹脚，足脚叫人拉去。你像咱人的精神搁拉的当中吼，这规枪老起来，你叫你大声的，鸡母若不叫，拉着吼，你是走袂去的。所以鸡母咧，甲老鹰较拍的，有乒乒乓乓拍一棍啊，主人想讲哎，迄个来外口还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，迄个门开出来，哎，啊，我即只鸡母和老鹰，伫遐咧，两只伫遐咧，哦，咧拍着对啦。毋过老鹰看着人来安那，会飞走对不对？飞走。不过这鸡母咧，这只鸡母已经拢受伤，伊只拢受伤，伊为着要顾伊的其他囝，这几只囝拢无，伊为身躯已经然后受伤不对啊，惊，然后走起路来啦吼，差点目惊袂使啊，对啦，到尾啊当中，迄只鸡母。迄个受伤相当，迄个鸡母拖来死。但是这个经过，咱离电视甲离报纸，甲离杂志，咱一定在去看到这个经过。啊，这个经过哪能这难讲？迄叫做无爱。因为为着伊几只仔囝，伊定家己几只仔囝，伊人要走会入袂走，可是伊为着要护伊家己囝，所以伊宁可牺牲。这是一个无爱经历，咱看到一个经过，咱若去到花莲看有个叫一个慈母桥，珠宝桥啦，你听无？但是珠宝桥的故事相当难听，敢知影？迄个珠宝桥就是过去迄个桥还未做的时阵，你经过迄个看到较天上，啊，因为有一个妈妈袁志明嘛吼，他要带伊的囝。伊咧读册了，要带伊个囝，啊，要经过迄个老呢，迄个溪头，迄个溪底去过，啊，咧过当中，因为伊个囝无小心攞叫迄个手攞叫落，伊只伊个囝攞叫落，老母为着要甲伊个囝救倒转来，老母嘛想伊要把这个囡仔看起来安尼，毋过呢，伊水遐大，伊敢有可能把伊个囝看起来，可能无？无可能。到尾，老母然后啊，甲迄个囝死，因此迄个桥做嘅当中啊，咱啊设定一个慈母桥，所以迄个珠宝桥的原来就是安尼。毋过呢，咱今日咱知影，咱每一个人拢因拢有咱老母生咱，冇咱嘅习惯在回来，咁是安尼。所以前个日，这个母亲节，这个庆祝母亲节。嘅定义就是讲，你唔通袂一直去过去，生你养你，再过你嘅父母，你唔通袂真。虽然讲一句话，咱讲，我袂讲遮一个对夫妻对咯，因为今日就是啦，迄个啊在迄个母亲节，伫母亲的家庭内底当中，互咱去回想，互咱去冥想过去，咱的妈妈是怎辛苦。唔是讲我今日这就来母亲，啊，就来这安尼，啊，生来，啊来这来这来，大家差不多了，唔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互你回想过去，咱在过来咱父母，伊是安怎辛苦，伊是安怎努力，伊是安怎牺牲，伊是安怎你在过起来。哦，那安尼当中咧，咱去想过去，咱的父母，加上咱未来，咱的今日的时间嘛，是用这个心情去开你。哦，所以呢，尤其咱今日，咱这叫做性格，
好，性格就是你的性能，咱爱上在单位。那老母娘啊，咱无比老母，即个母定头前，咱来劝大家好，来办这个活动，咱嘛祈求咱老母娘，咱叔母，包括咱老祖宗，伫即个母亲节当中咧，甲咱加持，咱妈妈，如果妈妈还在世的时阵，咱妈妈会当身体健康，会当事事顺心，咱妈妈当中会当无烦恼。毋过咧，若假使讲规空气的妈妈，可以叫世界会当将受着老祖宗的这个稳定来加持，咱的时阵啊，妈妈在天之灵，里面的一个这个所在，会当更加接受着这个福报。所以今日咱办这个活动，这个艺术，甚至呢，咱的时阵老祖宗来做一个见证，见证讲这个今日咱的叫咩事实，曾经领导条咧动手咧动办共同信仰。那安尼当中呢，咱把这种攻击，把回应母亲，咱爸爸妈妈，所以过去，我想过咱的母亲节，今年太棒，办这个双亲节，因为当然母亲，还有咱爸爸嘛吼，爸爸和妈妈嘛吼，所以讲，伫遐个事实的概念出来讲起，妈妈是真伟大，爸爸嘛真辛苦啦吼，所以呢，今日为着要公平啦吼，所以呢，母亲节即嘛甲父亲节叫做叫做双亲节，做咧来举办，这个意思就是安尼啦吼，伫这个时阵，我祝福咱各位。以这个母亲节，以这个前夕，进行一天啦，咱大家会当心怀感恩，心怀感恩，感谢过去咱的父母，咱的老辈，咱爸爸妈妈，就来甲咱再会，甲咱叫指引，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目前我们活动的祝福，感谢前道鞠躬、温道鞠躬，我们再次掌声。